疫情冲击生活，青少儿学生高密度上网。16号，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在2022年台湾青少儿美感素养与上网趋势调查报告中分享了调查结果。黄薇薇表示，数位科技成为日常，青少儿学生对于生活与环境的美感觉呈现已经有相当觉察力，可惜青少儿在网络空间的美感呈现面感知有限，仍待加强。在整体来看，我们发现台湾青少儿的美感素养可以分成2个层面，一个是美感的呈现的层面，也就是像平常大家在生活当中看到美丽的风景，或者是美食会打卡好上传，这是常常会有的现象。包含现在是一个圣诞季节，大家会选购一些礼物，这是一个美感经验。那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层面，也就是在线反思的这一面。我们发现台湾青少儿在线反思的这一块还有加强的空间，也就是当他在了解一些不同的族群文化背后的脉络，或者是看到一些不同的画作或者是一些创作，他能不能去分析比较这个作品的特色，或者是他的一些风格。我们发现在这一块的美学素养、美感素养可以继续的再加强。黄薇薇指出，疫情期间凸显数位学习与视讯会议价值。调查小学5年级至大学4年级受访在学学生结果显示，学生相当依赖数位科技，网络已经成为人人的生活日常，因此提出善用媒体、提升媒体素养的概念。孩子就是大量的依赖网络在学习或者是在娱乐的空间。那另外就是在运动的时间其实是非常不足的，是低于12小时的。那周末稍微特别周末也非常的依赖数位科技，那所以我们就提出说，既然在疫情一个变幻莫测的这个时代，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日常，我们怎么样去累积年轻学生甚至我们自己成年人的一些美感经验，怎么样可以透过网络去做一些分辨跟提升自己的品味能力。那这或许是在我们可以分辨假讯息或者是一些不雅内容的一个最好的基本能力。因此我们就提出我们可以要善用 media， 也就是善用媒体发挥媒体素养，然后要创意性达雅。黄薇薇补充，青少儿对于艺文展演作品的觉察或鉴赏，以及不同文化创作的辨识表现较佳，这反映台湾近年多元族群文化教育、艺文教育逐渐发挥影响力。他也表示，不管是学生还是成年人，都能透过媒体素养来累积自身的美感经验。记者林映彤台北采访报道。